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武汉肺炎的疫情。对日本宣召公司号返来台湾的19个旅客，昨昏第2届采检，同款全部拢是阴性，所以看起来佢无去患着武汉肺炎，所以只要隔离14天就会使啊。另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目前咱国内确定的病例有28例，那其中有5例已经好离离啊，已经顺利出院啊。武汉肺炎的疫情被全球拓开，不过国内有好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目前通报有2035个个案，28例确诊的案例中，已经有5个人出院，除了原本2个，新增加出院的3个人，拢有武汉旅游史，一个男大伤，一个女大伤，其他个案继续带院隔离。国内目前已确诊28例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的确诊病例。那目前已经有5例出院，除了先前已经知道的案1、案10之外，那最近出院的3例分别是案5、案4跟案12。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3日宣布，宣召公主号19位台湾旅客2摆检验结果拢是阴性。23暗时7点半，派游览车加救护车到北部3间病院，邀请防护伞的驾驶加医护人员，将因送去北部检验所隔离14天。19个人入去检验所了后，袂当出关，活动空间以房间为主，袂甲附近民众接触。每一个人一天爱检测2摆体温，若是有发烧、真症状会随送病院；若是隔离14天无症状，就当回去厝的。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目前有28例确定的病例，那昨昏有加2例，这2例是一对住伫北部的爸仔囝，老爸是80多岁，后生是50岁，因最近拢无出国的记录，安尼到底是去互谁会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步是判断认为讲，应该是厝内的慢囝，因为伊工课的关系较接近中国，而且伊是厝内头一个有出现有呼吸道症头的人，即阵也在等伊的采检。另外，指挥中心昨嘛宣布讲，对昨开始所有的医疗人员要出国，拢爱申请。国内佮增加2例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是一对北部的爸仔囝。第27例是老爸，已经80多岁，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佮是西药剂患者。第28例是第27例大汉后生，2个人日时住做伙，老爸2月初6出现咳嗽嗽、流鼻水，后生伫1月31出现症状，不过2个人拢无出国。27也进到加护病房里面，在照护当中，那所以相对他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一些。那28是也是有2侧的肺炎的一些状况。这嘛可能是台湾第3件家庭的群组感染，指挥中心怀疑病毒可能是细后生传染的。细后生今年40多岁，因为工作定往来中国，最近一摆登来台湾是去年12月初2。不过今年过年期间，甲有中国旅游水朋友食饭，老爸暗时嘛甲伊大做伙。细后生嘛是这个会上早出现症状的人，1月28就脑无爽快，目前嘛伫带院隔离，佮伫等采检报告。因为烦恼医护人员若是出国登来台湾，会有14天的隔离期，会减少医护能力。指挥中心嘛宣布，对今开始，所有医师人员都会保准袂当出国。尽量把所有的医师的人力都留在台湾嘛，哈。那所以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开会的情况啦，有一些特别有必要或者跟疫情有关的一个相关的研讨，而没有办法用视讯相关来进行的。当然我想有很多的特殊的情况，那所以我们等它来报出来之后，那我们再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准予。不过，医术人员定义真宽，甚至包括医美等外区，指挥中心无正面回应，甲表示会有医术师提出办法。按照宣召公司号登来台湾的19位乘客，第2摆采检嘛拢是阴性。不过为着要较细腻，会去将19个人送去集中检验所隔离14天，才会当登去厝的。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让民众了解咱国内到底有武汉肺炎的病例，卫福部头一摆公布确定病例住伫咱台湾的倒位，咱做伙来了解。目前咱台湾确定的病例有28例，昨昏新增加2例，也未放入去。若真正的26例，伫咧台北市有7例，彰化县有5例，台中市有4例，另外伫新北市有3例，高雄市有2例，南投嘛是2例，桃园、台南、基南拢有1例。疾管署是表示讲，资本这资料就是公开的，武汉肺炎嘛是按照过去的做法。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在滚价，欧洲的意大利确定的病例，才短2天，一时啊就对3例雄增加到100多例，而且有3个人死亡。官方即马一直拢找无感染源，所以只好下令伫咧北部10外个乡镇、城镇拢封城，大约有5万多人袂使出入。街路拢无人，学校、商店、火车站全拢关起来。这是意大利北部伦巴地区的科多诺镇，因为这武汉肺炎的确诊人数超过80例，全镇一班5000人惊向感染，唔敢出门，菜餡甲物资嘛拢向烧了了。到24号早，意大利全国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50例，3人死亡，全国拢真惊吓。连历史真久的威尼斯嘉年华，就算参加的人大部分拢挂水安，也是用取消。有名是整秀，嘛将门关起来，唔爱互任何观众来看。Cioè, quella di oggi sarà l'ultima giornata del carnevale, poi si sospenderà? Sì, non devo dirlo io, è probabile, può essere, però è bene che sia il Presidente della Regione e le unità di crisi a parlare, insomma, aspettiamo sempre da loro un coordinamento con loro. Ritengo che sia importante seguire sempre i siti ufficiali. 虽然1月底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了后，意大利是禁止中国的直航班机，按过差不多控制疫情。伫顶礼拜5之前，93个确诊案例，才过2天就破100例。总理孔蒂第22宣布封锁12个城镇，禁止人员出入，差不多5万人向要求都要伫厝内。Abbiamo previsto che nelle aree individuate come focolai non sia consentito l'ingresso e l'allontanamento, salvo... È un bene, una cosa positiva per tenere lontano il virus. 意大利头一个病例是一个38岁男子，伊甲去过中国朋友见面了后就破病，后来伊阁去病院看一个77岁妇人人，官方证实妇人人是伫厝内检验武汉肺炎的病毒是阳性。另外一个死亡的是78岁老大人，伊12个亲人嘛全部向感染。第3死者则是一个有感情的老妇人人，意大利一直找无感染源，该党暂时封锁北部的东西区。米兰各学校嘛宣布暂时停课，到3月初看情况才开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76000例。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即阵确定的病例有76938例，死亡的人数是2443人。咱台湾昨昏是增加2例，所以目前台湾有28例，伫咧香港有74例。日本的方面，宣召公主号顶头有691例，日本的本土是147例。南韩的疫情是拖甲真严重。目前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600例，有602例。伊朗的疫情嘛是真严重，目前是增加到43例。新加坡目前是85例，泰国是35例，马来西亚22例。欧美的国家，伫咧意大利是目前疫情上界严重的所在，已经有157例。美国是34例，英国有9例。日本甲南韩的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在传，日本的宣召公主号至3个新增加57例确定的病例，即马规只阵有691例。南韩是小连续3天确定的病例拢有100多例，到昨为止，南韩有602例，而且有6个人死亡。宣召公主号21星期已经全部隔离，过23又搁增加57例，拢总有691例。同一天嘛传出一个80多岁日本男性落船了后死亡，后这只邮轮死亡病例增加到3个人。不过日本共同社指出，这个患者有其他疾病，过后生劳动省伊无得到亲人的同意，无证实这男子是毋是感染武汉肺炎。在日本国内23个加12例，病例拢总有147例，其中拜岛23增加9例。已经拢总有26例，
NHK 指出，拜登一旦受武汉肺炎患者的病床跟94个，那是疫情拓开，恐惊病床的报告。首相安倍晋三23表示，日本已经在防疫中阶段，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疫情拓开，嘛强调要准备因应真济病人。今後、国内で患者数が大幅に増えた時に備え、重症者の発生を抑制する観点から、重症化防止を中心とした医療提供体制を早急に整える必要があります。南韩的确诊人数连续3天增加破100个人，病例拢总已经有602例，23增加169例，上无75例，甲新天地亚速会、大区教会有关系。新闻人数增加到6个人。总统文在寅23到防疫已经调到严重的相关等级，呼吁民众避免宗教集会等活动。 이에 정부는 감염병 전문가들의 권고에 따라 위기 경보를 최고 단계인 심각 단계로 올려 대응 체계를 대폭 강화해 나가겠습니다. 대규모로 일어나고 있는 신천지 집단 감염 사태 이전과 이후는 전혀 다른 상황입니다. 南韩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将疫情重灾区、大区市甲青岛郡指定做特别护理区，新天地教会讲信徒才是上大的受害者。若等到8岁业绩嘛受到影响。另外，南韩陆海空三郡目前已经有6个人感染。南韩广播20日开始禁止官兵休困出关，隔离1300个人。海军阁要求全体官兵除了食饭以外，拢爱挂水安。 伊朗23个增加15例，病例拢总已经有43例，8人死亡。伊朗卫生部指出，病毒感染源是一个定往来中国的生理人，这个患者已经过往。为了防止疫情，附近的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家已经将连接伊朗的边界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加拿大国来关心咱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昨昏咱台湾各加2例确定的病例，目前咱台湾有28例，这2例住伫咧北部，是一对爸仔囝。最近因拢无出国，这嘛是咱国内第3层的家庭内小微感染。另外，因为惊咱台湾的医疗人力不够，所以昨昏咱政府是宣布讲，医疗人员若无报备，袂使出国。 来看《苹果日报》，明仔载要开学啊！武汉肺炎安那防疫？教育部讲防疫物资，即马拢已经配送到学校，包括645万的水饵、84000公升的酒精，也阁有25000支量体温的下头的泵针。不过也是有一寡家长较烦恼讲有人会暗砍疫情。来看《自由时报》，有民众反映讲，伊因为武汉肺炎做居家检疫，不过这14天拢无接过任何一通政府卡来的电话。指挥中心昨昏是表示讲，过去的对准度线3月份开始会实施关怀服务计划，由22个县市做伙推动，未来那会确实来掌握来做关怀。 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在炭烧，台北市甲新北市即阵已经达到社区感染的级数。面对明仔载要开学，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特别去看学校的防疫。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主持防灾人员的教育训练，希望疫情唔好出现空棚。 视察防疫物资的准备工作，面对武汉肺炎一直拖，全台各级学校2、5拜2就要开学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唔敢忽视，早起就到新庄公校去视察，全面准备要来防范这摆疫情。我们特别准备了111万的口罩，1万支的耳温枪跟额温枪，还有11000公升的酒精。 要分给各分区的校长们，再分派下去。侯友宜强调，防疫动作作战要有万全准备，保障防疫物资。伊讲，政府是当作社区感染方式来提升防疫等级，超前部署。林南新北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主持防灾方式的防疫教育训练，特别强调已经把社区感染看作是真实的存在，全力备战。对着中央被要求公布确诊的人所在地，台北市长郭文铁指出，无公开才更加惊吓。侯友宜是讲全力备战，超前部署。我都把它视同社区感染的方式，全力备战，超前部署。别人怎么说我没意见，我跟中央全力的配合。然后我把备战的方式一定走在前面。我们最好的就是中央的疫调赶快出来，
在哪里，比如在彰化就在彰化，说清楚讲明白，用一个大北部的确会造成更大的恐慌，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已经决定了，我不管你公布在哪里，我就是当成社区感染就在我台北市。比中央较早来防范准备，落实防疫，当作是足钱的精神。1、2班一开学了后，学校内底出现确诊案例，听课时的线上教学也是后续的补课，甚至是应届考生是不是用伫学期内完成授课，拢是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前总统李登辉的健康，伊伫这个月初因为啉牛奶去砸着送病院治疗，因为已经2礼拜啊，所以外界拢真关心。即马是风声讲，李前总统是肺炎，因为李前总统有血啊，体内甲用过袂比的，伊嘛有心脏病，所以袂使用伤过强的药仔来治疗，恢复的速度就较慢，也目前无法度确定当时会当出院。前总统李登辉初八啉牛奶砸到，紧急送台北前总，因为肺部出现小可感染，医疗团队紧急用抗生素治疗，而且考虑发炎指数增加，为求谨慎，做血液生化相关检查。不过住院到即马已经进入第3礼拜，因为状况不清楚，病情恶化者的风险真多。就是有一点转换成比较严重一点的肺炎，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以肺炎的模式，现在目前在进行医疗中。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军受访问时强调，李前总统这2年身体较虚弱，所以这摆啉牛奶砸到出现肺部浸润，高转为较严重的情形，加上有心脏病，免用伤过强的药物治疗，所以恢复较慢，还佫无法度确定什么时阵会出院。肺炎的这个感染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之前李前总统的顾及也要去兼顾，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跟各位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康复，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伊表示，目前肺部积水已经处理，也强调医疗团队继续治疗当中。出来的人，逐工拢会来探望。李前总统的身体状况是，包括意识这方面是怎样？意识是不能讲很清楚，意识是清楚的。那因为毕竟李前总统98岁，呛到以后引发肺炎，一般正常人可能体能都不是很好。好，所以这一点谢谢大家的关心。为1999年开始，李登辉因为感冒开放性肺痨这因素，前后进入台大甲荣总进行紧急手术，也佫因为心脏问题，伫荣总接受心导管放假的手术，而且伊全身所放的血管架有12支，也创下世界上大年会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这礼拜因为无大陆冷气团落南，所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而且是温暖舒适的天气。来看云图，气象局是表示讲，今日明仔载2天，咱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伫咧西半部金门、马祖云较低会大雾，而且空气品质甲能见度拢无介好。另外要提醒乡亲拜三拜四的时，东北季风会略略增强，北部、东部会变较凉冷。那温度的方面，因为今仔日是吹东南风，全台湾的高温拢有25度以上，大台北、中南部高温甚至会到30度。也毋过早暗是较凉冷的，低温大概只有15度到19度。日是暗时温差较大，乡亲爱细致，毋通寒着。最近 Turkey 日头传出地震，顶个月才发生规模6.8大地震，礼拜日佫发生规模5.7的浅层地震。目前知影尚无有9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民众甲救援人员斗阵学，要赶紧将人救出来。土耳其甲伊朗的边界地区，当地23透早变化9点发生5.7地震，因为深度到6.4公里，有真侪厝拢倒去，佫有不少人向大地石头堆中，尚无造成9个人死亡，其中有3个人是囡仔。Bize şu yukarıdaki evde enkazın altında çocukların olduğu söylendi. Biz oraya gittik, enkaz çalışmalarında başladık orada. Yani anlatılmaz bir şeydi. Çocuklar vardı altta. Önce çocukların sesi geliyor gibi duyduk. 将救出来囡仔赶紧送去病院，要救人真无简单，爱甲时间比赛以外，该克服无好的天气。发生地震的前仔头落大雪，佮发生真侪余震。当地暗时7点半，伊佮发生6.0的地震，嘛是真浅的地震，深度到10公里。土耳其最近定发生地震，顶个月东部地区6.8强烈地震，嘛造成40多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美国的消息，这是美国的民主党总统提名党内初选，伫咧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伫咧3场初选，伊摕到2场的胜利，赢面真大，看起来稳当当。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日在德州庆祝来华特州党团会议的重大胜利，以44%得票率赢其他对手真多。即阵伫已经举办的3场初选，已经摕到2场的胜利。We have just put together a multi-generational, multi-racial coalition, which is going to not only win in Nevada, it's going to sweep this country. 来华特州以叫城拉斯维加斯出名，境内有真多拉丁少数族的人口。前副总统拜登前2场惨败阴影已经消除，即阵以超过2.5%得票率排名第2。而温和派的布塔组辑头1场在爱荷华州是初选胜利，排名第3。拜登甲布塔组辑目标拢对着桑德斯，强调甲川普有来是全党共识。而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色彩相当，会互国家下入两极化对立。I ain't a socialist. I ain't a plutocrat. I'm a Democrat. By empowering workers, raising wages, and insisting that those who gain the most must contribute the most in order to keep the American dream going forward. That is different from Senator Sanders' vision of capitalism as the root of all evil. 一场初选会在2月29日伫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再来是3月3的超级礼拜2，到时阵会有14个州同时举行初选，会决定民主党超过1/3的党代表票到底是什么人会摕到。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咱搁来关心日本甲南韩即马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在扩大。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甲这2个国家提关做2级的警示。另外，外交部嘛甲南韩的旅游警示调整做黄色的层级，要提醒国人若有要去爱想好清楚。因为即马大家较减咧出门，日本团、韩国团即马拢无啥人爱去，生理嘛减真济。3月、4月是日本、韩国相樱花大月，不过日韩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一直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将日本、韩国旅游疫情建议为第1级注意，优先到第2级的警示。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表示，最近日韩团客退团的人是真多。当初这个1级的时候，就说取消了40%，可是你到了2级，就是要建议你能够不去就不要去。那我自己公司的日本团都已经取消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生意啦。影响面的话，大概最少80%以上。台湾去年400万人次去日本旅游，3月、4月赏樱花，搁较侪人。今年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为大月变小月。礼拜日早起，外交部也发布新闻稿公告，将南韩旅游警示灯号升为黄灯，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安全，搁检讨是不是应该爱去。部分旅游业者表示，甲去年同期比，日韩旅游团少一大半，唔是退团就是延期。对日韩的这个退团的这个同期比起来的话，大概差不多将近5成吧。公司行号包团的部分，它就是把时间往后挪嘛。大概都在年中的8月的都有。以前的期是很两头为难的，期待是直接从1级跳到3级了，就是全部都不出团，那航空公司那一段必须全额都退还。学者表示，目前日韩旅游警示还未到第3级的警告，民众退回依然要收5%的补偿费用。不过，日韩确诊病例若一直增加，疫情恐吓会摊开。旅游警示无排除会升悬到第3级，到时阵旅行社扣除必要的费用了后，其他旅费必须专业退还给民众。部分旅游业者悲观认为，受疫情影响，不止日韩，连欧美长线旅游旅客人数也落真济。烦恼疫情拖全球，今年观光旅游业恐怕是连奇迹。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唔但影响国外的旅游市场，来国内嘛同款。下港有几啊间观光工厂，即马团客拢减一半。可以了嘛？好，36.6哈。爱让体温帅气，手爱喷酒精消毒，才能入来参观消费。人比较多的时候才比较会担心，但是目前台湾的防疫这样子做起来，感觉还不会很担心。在家己这间饼观光工厂。空调措施做甲真认真，尤其内部清洁消毒，无论是卖场也是散线，拢要求甲真严格。
过去观光工厂主力是团客，不过因为受疫情影响，团客减少5成。大家会恐慌，的车辆数、人潮数，确实有影响影响到可能快一半。不过部分观光业者表示，虽然团客减少，不过最近反倒但是一直有线客成长，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人。嘉义县或是云嘉南地区的居民居多。第一，不会造成影响；那第二，他们不需要过夜。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各路真凄惨。国内旅游业者统计，台湾为疫情发生到即马，各路出团人数已经达5成，损失金额超过有32亿，而且损失金额也会继续增加。另外，政府祭出600亿纾困预算，传出行政院上紧这个月27日决定。民进党团也发出要拼3月中完成审讨，让产业上海降价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国内的旅游业者、饭店的业者，也是卖食的业者，拢是想尽办法地找出路，强化着业者改变做生意的方式，鼓励人客用网络订餐，无就是包转去厝里食，安尼生意颠倒变好。2口外皮包着好食猪肉，中华市区这间肉圆卖得水，国宴小食，更加是中华人自细汉食到大汉的物件。伊用店内拢坐满满，即阵受到疫情影响，加了袂少的空位，离外口排队的人看到更增加了。尽量是外带为主了。为什么？安全考量。买顿去食的人较多，工作人员真无闲。店头讲，因为疫情影响，民众较不爱伫外口食物件，管到顿会早顿去食，增加2成以上。你为着予伫内底食民众能食得安心，除了加强店内消毒，也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做好自我管理。平常我们就有带了啦，现在更有疫情，更是要带。我们员工一天大概要换个2、3个。受到疫情一直团影响，鹿港这间肉包店也感觉会到，以往鹿港小店每一摆到假日拢是人，肉包店头前生也是有人排队，业者讲也是相对减少3成，不过网络上订单却是增高1趴，反倒顿是有增加的。以前的话，大概顶多1、20张、20-30张，现在的话都每天现接100张。业者讲，即阵大家拢较唔敢出门，透过网络落单吸收明显的成长。而在苗栗泰安的旅店业者是甲以往大众池改做室内，希望挽回消费者信心。把我们的饭店户外的设施所有的泡汤移到房间里面做一个泡汤。业者讲，以往2月底将进入赏樱花的时阵，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唔拿团客减少真多，订房率也落2成以上。除了减少伫公共空间大家斗阵的机会，也加强消毒，希望挽回消费者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日本甲南韩的病院，即马拢有传出有医护人员去为着武汉肺炎，虽然卫福部已经决定讲要提早因应，即马要求病院爱先规划专职的病房。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南韩广州21世纪病医防疫隔离，亲像台湾2003年 SARS 和平病医防疫同款。有过这款经验，台湾卫福部决定超前部署，这礼拜会开专家会议，要求病医超出专职病房，而且建议改做分组轮替上班。必须去强化动线的管理。那么还有人员的管制。社区病院指出，专职病房是由同一批医护人员外包的清洁工，专门负责感染的患者，期间就莫过去其他的病房，避免交叉感染，甲病毒喂互病院内底其他的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集中在一个区域，然后呢，就是由他们这一批人上下班3班制。那我们还有这些外包的，甚至我们这些像是清洁工，还有一些都要经过特殊训练，然后都不会到别的病房去。这样子以免相互交叉感染。院方指出，专职病房内底大家患者拢爱配一个护理师，一个对一个照护，但是目前病院无一定有够的医护人力。现在很可能就是人力的问题，因为每一家感染科的医师还有护理人员可能都是有限，是不是考虑到再有一种特殊的加急，给他有特殊的补助？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很危险，又没有特别的这个加急或者有特别的一种这种照顾的话，那谁都不敢去。目前台湾负压隔离病房加上一般的隔离病房大约1500床，传出目前的空床剩380床，使用量大约6成。若是占床率达到8-9成，大型的病院会先启动专职病床；若是佫无够，会选择中小型的病院启动。是倒一寡病院的星座，卫福部无公布。记者综合报道。
受疫情的影响，电影院百货公司无啥人爱去，严去伫南投有老戏院，颠倒是因为学生囡仔延后开学去看电影的学生囡仔变济啊，这人客加2成。戏院再度开门，未少民众等咧买票看电影，其中未少人拢是少年人。原来是这学生阿爸开学进前来看电影放松一下。我觉得应该不用吧，以后想要看的应该还是会来看的。就还好，因为毕竟现在还没到社区感染的地步啊，就是不会那么怕，但是就还会愿意来看。受到疫情影响，学生延后开学，有南投在地学生假期变多。南投位的老戏院虽无参照都会区戏院设备遐尔好，不过所放的拢是上新的电影，票价嘛相对较实惠，吸引未少在地的少年族群。业者表示，最近大约就加了2成左右。学生的寒假延长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戏院平日它还是有一些学生族群，然后以及就是比较死忠的老顾客这样支持。业者讲为着防疫，要请民众挂上喙烟以及酒精来消毒。伊伫中华鹿港，受民众排甲真长来观看，就是为了吃的喙烟而来。根本就买不到吧，有钱也买不到吧。我觉得你们应该派个警察先保护那些了。每年大概是在2月跟3月的时候，每年都会办一次这个捐血活动。那在去年半年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筹备这个活动了。为了因应欠货，中华鹿港这场捐血活动，只要捐血满250cc，就会送一盒喙烟；满500cc就会送2盒，限量200份。虽然捐的是防粉尘，并不是医疗级的喙烟，还是吸引到未少民众来抢牌。记者中华南投采访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未收煞，大家心内拢真不安。台南市政府即阵就特别甲宗教团体合作举办大台南的消灾法会。透早就未少民众来到阴空的大庙无量宫拜拜，希望武汉肺炎疫情退息，民众也是真虔心，防疫工作也是真认真，包括放体温消毒，做甲真周至。咱庙方啊，每一位参与的，到这本目前啊，可能发3000几份的口罩安尼。那这新的咱讲的，这个福报福气安尼。疫情继续拖，毋那造成民众排队买喙烟、酒精，阁互人心内惊吓。公家单位找地方庙司合作，联合25间公庙举办祈福法会，互民众会当安心度过这摆疫情。除了宗教信仰，台南市长黄伟特也讲，不准欺负公务员请假出国，佢已经发布做旅游警示第2、第3级的地区。那其他的国家还是可以前往的，但是出国前往哪些地区会不会影响公务，这是市府必须要思考的。这个部分呢，疫情比较严峻的地区，我们当然是比较持保守的态度了。另外，后礼拜2就要开学，台南各级学校也增加物资款好势。市府这2日会甲防疫中心、校方家长讨论，检测会沿相比中央更加严格的停课标准。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放上头来去云林土库有一个农民号做高宗波，伊无种稻啊，改种高粱，无想到效果真好，免常常看顾，辛工阁成本。伫咧云林土库有一个农民高宗波，甲台南农改场和土库农会配合，伫高铁站边仔的田区种高粱，无需要真济水，嘛免常常看顾，辛工阁省成本。试试看不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刚好改良场找我们配合。管理上的成本跟灌溉的成本差，基本上就差了1/2，就差了5000块。一般于我们土库来讲的话，顶多灌溉有2次，像去年是完全没灌溉。以电费成本来算的话，大概1/2差个2000块要。高宗波捌得到全国无患农民的肯定，甲大部分农民倒来种稻啊无共，伊选择种高粱，透过和政府单位合作，加上土壤甲环境拢真适合，互这片高粱有好的成果。为了要让我们这些农民收获增加我们有跟金门县农会来配合种植那个高粱。我们种高粱的话，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的那个金门酒厂还有其他的食用。我想应该对于整个台湾的那个粮食自给率会增高很多啦。种出来的成果很满意，对。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好。产量还不错嘛？产量跟改良场预估的没有差太大，酿出来的品质非常的好。
所以已经有些人已经在预定。所以之后还会想要就是扩大栽种的面积。对，有需求我们才有种。高中部种出来的高粱收成好，品质嘛好，引起其他农民的兴趣，嘛增加土库进行作物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正月到3月是奶子草青菇仔生卵的时间，为了控制这款害虫的数量，来降低农业损失，农业单位即马当无用得除药啊，要防止因直直生炭。满满2桶的奶子草菇仔，这是农民喷药以后，伫这2礼拜捡起来的数量。但是伫这附近的树仔，也是阁会当看到更较侪奶子草菇仔甲因的卵。近邻近甲奶子的农民都表示，药啊对卵的影响力真低，只会当靠人工的方式来处理。就整个园区总共7颗。7颗什么？荔枝。有穿衣服，我先生在工作穿衣服，喷到肩膀，哦，整个溃烂了一大片。冬天天气寒，奶子草菇仔比较较看袂到，但是冬天过了后，温度开始转烧热，奶子草菇仔就开始活动生卵，而且活动的范围嘛，毋若伫咧奶子树附近，嘛会出现伫一般民众徛家的空间。有一个里民，他是在他们住家后面，他有种，他不是在荔枝上哦，是飞过来就朝他的肚子这边一喷，他整个溃烂掉一个肚子，然后他自己又在那边抹药。那一天他真的还有先给我看，我说还有吓死人的。我们不建议一般民众在他的居家环境的部分来施用农药。那民众的部分，他们如果想要针对荔枝春象来做一个防治的话，其实是可以用环境用药。那环境用药的部分可以洽询环保局。嘉义市政府除了开始喷药啊防治以外，嘛开放向农民来收购奶子草菇仔伫叶仔顶头生卵，嘛会利用平腹小风来做深部防治。市府嘛提出呼吁，奶子草菇仔惊到是所喷的植物毒，民众伫公园运动或者是伫树荫下活动，拢会特别注意。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旧历过年过去啊，无大村连有村唔通足足的蛋粪扫，会当好好利用。南投第三社区就利用买下村连摕来做手工艺，社区的时代，大家结头壳发挥创意。这一只搁一只的鸟鼠，模样实在真古锥。其实这是南投第三镇第三社区的阿公阿嬷，伊用过年存落来用袂起的春联所做的。这是春联剩下来的，没用你怎么帮我们做这个灯笼？门帘的怎做的呀？无得用的啦，捡起来做手艺的啦。感觉安怎？感觉真好啦。伊唔但做鸟鼠，还阁有做高仔顶和彩球。阿公阿嬷对老师学习，摕无爱春联来做手工艺，佮甲这挂作品用伫咧布置活动中心，实在介趣味。有的花蕊啦，创啥大行拢有就对啦。都用纸抓走。嘿，对，吊在厝嘛真水啊，要吊在家嘛真水啊。也包括我们做我们竹花灯，包括我们做我们的应景的老鼠，我们的长辈呢都非常喜欢我们这个环保的美劳作品，这是我们对资源回收一种赋予新的生命。退休的老大人若无代志做，定定感觉真无聊。不过第三社区的阿公阿嬷，即阵会使和厝边隔壁同齐叮当骹手，结头壳发挥创意，用人唔甜的废纸来做古锥的鸟鼠、高仔顶和彩球，嘛，互因的生活变甲愈深色愈快乐。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咱来去屏东小琉球有一款海沙煲绘白已经推上2档啊！只要去沙煲扣本数，就会当摕到，再摕去店头买物件当做钱开。唔但加速观光特色，嘛，互小琉球的环境变好。一寡面顶画海龟、海梯、酸蚵和鱼啊，逐粒花草拢无共的海滩绘白，看起来真特别。其实这是小琉球在地艺术家用玻璃做的。提供予到净滩的民众，挺好伫岛上的店头换物件。我们进滩之后啊，就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货币。那拿到货币之后，就可以到店家消费。屏东的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找专业团队翕影片，说明这几年推行海滩绘白的成效。透过这种绘白流通的方式，唔但落实环境保护，嘛促进观光发展。大概是国内唯一就是可能在进滩之前先要上课的一个进滩活动。那搭配着这个海滩货币，也有相关的成效。海滩绘白自1806年开始推行到今，已经发行超过1500粒。不管是要带民宿、食物件，也是租机车，拢已经有正百间的店头会当用海滩绘白来交易，进入环保消费的循环。为着让游客知影倒位是有合作的环保店头，
骗款组最近嘛，甲人无爱扑球摕来做看板。这个海滩货币，因为它也是海废玻璃然后由当地的艺术家他去一个一个去彩绘制作而成，利用废弃的那些浮球，把它做成类似有点像这些招牌。这几年小琉球打拼要发展做减碳观光学习岛。望透过这寡环保减塑活动，甲永续旅游的模式传达予愈侪人了解，替海洋生态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学生囡仔明仔载要开学啊！这个休寒是休不加长，南投的德山社区就甲大学合作办这囡仔的机器人当练营一寡多元的课程，教囡仔做机器人，心识个趣味，嘛启发囡仔对科学的兴趣。老师真有耐心，一步一步教这寡学生囡仔做电风机器人的原理。听老师解说了后，学生囡仔就家己改装研究。大家人做出来的电风机器人拢无同款，对囡仔来讲，唔但学到真侪知识，家己变嘛更较趣味。在改造过程中加了雷达，我觉得这个课程很有趣，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做这个不一样的那个乐高的玩法，转动要自己改造才会有风出来，是有那个物理的原理可以去让我们学习。南投县德山镇的德山社区，甲暨南大学合作，用囡仔介意算的贴仔，甲自然科学，设计出一套新式、更有教育意义的艺小机器人应对课程。第一节课我们主要教的是能量的转换啊，就小朋友就借由组装的过程中知道原来风是这样产生的。那像刚刚有小朋友就说到说为什么没有风，他就会去研究，然后自己去改造。伫咧创作家己的机器人的时阵，有的囡仔拄到机器人袂顶袂当的情形，除了找老师来斗相共，囡仔嘛运用学到的自然科学，家己思考要安全解决。望伫操作的过程当中，刺激因思考的能力，提升因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记者综合报道。伫法国生活为红仔图为漫画的作家林丽晶，伊最近出版新册，甲带伫台东多兰部落3个月的故事画做红仔图，伊要用画笔讲台湾的故事，讲互世界听。出版过《我的青春》，我的福尔摩斯女法漫画作家林丽晶，即摆摕到法国出版社、甲法国国家图书馆、甲侪单位赞助，伫台东的多兰部落驻村3个月。要甲台东人反对核能废料、甲美丽湾大饭店不当开发的代志，画做漫画伫法国出版，互世界会当看到台湾人守护环境的故事。林丽晶伫屏东的庄卡大汉，厝内讲的语言是台语，阿嬷定听的歌曲是日本歌。不过学校的老师却一直讲，台语是无够水准的方言，伊爱练讲中国话的时阵，拢无台语的口音才会使。上好是互人当作外省囡仔。迄时阵是，其实我先是我咧读新兴国中的时阵，学校老师嘛拢当讲华语啊，所以讲迄个时代无迄种像即马讲电视的台语台这种可能性。譬如讲，我有朋友啊，可能对屏东来看来澳大来啊遐，当去拢讲华语啊。啊，毋过是感觉讲，哎呦，会发现讲其实因就有靠迄种像阮下港的口音，所以想讲哎呦，较有这差。当然迄个时阵有一阵感觉讲，大家讲哦，安尼好佳在我先来吼，当然迄个是无正常。心理啊！较特别的是，伊拢用台语来介绍伊的新册。敢若伫咧台东的场，为着要互原住民的朋友听有，用较侪华语。伊认为爱用家己的语言讲家己的故事。延续伊第一本册《我的青春，我的福尔摩斯》主题，想要甲和中华民国体制挂掉的无字喙齿，定心接转来。世界真心识，咱来去奥地利，咱来看当年2月份伫咧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拢是闹猜猜，因为有8个地头一摆进入社交圈的少年查甫查某会做伙跳华丽舞。今年舞会已经举行啊，跳舞的是头一摆出现2个女性、2个查某的组成的舞伴，摕着古早的传统写落来新的历史。日本话对18到24岁的名门贵秀公主，穿着正式礼服进场，以整齐流畅的华尔兹为国家歌剧院舞会会场，亚3个成年正式进入上流社会界。奥地利当年公元节假期最后一个礼拜四登场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舞会，是年度上重要的一场社交盛事，身份地位的代表。
花莲国家歌剧院红馆3天跳跳所有的观众位变成高贵气派的宴会厅。虽然敢若入场的门票大约是带票1万，包厢更加是天价，但是也是吸引几千名各个上流社会人士参加，也有200万人透过电视转播收看。想要伫这场规年上重要的社交盛会参加开场团体舞，需要经过严格泰选区域。华尔兹机卡上重要了后，也会经过几啊摆排练，达到整齐干部才会当登场。今年团体舞的一座舞伴为这个古早的传统写入新的历史，因为21岁苏菲甲22岁爱丽丝是以前毋捌看过查某甲查某的组合。The original thing we wanted to do was just to dance here.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have in your pants or what you were born with. You can dance whatever part you want to, and everybody can learn to lead, everybody can learn to follow. 苏菲甲爱丽丝自中学时期就是好朋友，互相并毋是情侣的关系。选择以查某甲查某舞伴姿态加入，只是想要表达对舞蹈的喜爱，并且凸显人的选择自由。奥地利有特殊的舞会文化，民众自细汉学习社交舞。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舞会，更加是规年几百场的舞会中上重要一个。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在改变，咱来看美国纽约有一间伫网络卖杂西卖这菜色、水果、肉甲海鲜的业者，已经开20档啊。这间公司伫咧纽约有真侪市场的老主顾，为着要增加送货速度，因即马启用高科技自动化的物流中心，就讲哦，你今仔日订，今仔日随送到位。一个感觉色的箱仔伫输送带顶悬走。这是纽约卖青的物件的龙头 Fresh Direct，2018年启用的高科技自动化物流中心，占地差不多11200平，每天要处理几落千个顾客的订单，15公里长的输送带通过规个仓库，装货箱仔照时定送出去，亲像时钟共款准时。Every 15 minutes is updates. We put more work into the system. It's got a variety of products. So, for example, it's got this barbecue sauce, green lights. Those are robots that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they're either pulling stuff out to bring to her, or they're putting it back away. 堆甲悬的货架顶悬，堆超过1万种无共款的产品，对民生用品到轻的产品拢总有。细项的产品由机器人捡货送去包装站，各项商品拢有条码，员工扫描装箱了后就准备出货。菜色、果子、肉类、海产等等的轻的产品，是由员工经过处理了后才进行包装。Yeah, we're selling fish 7 days in advance. So today's Friday. So we're selling fish for next Friday. That fish is still swimming in the ocean. That fish is swimming in the ocean for another 4 or 5 days before we actually have it in house, right? So that's a challenge for us, right? So we're selling things that we don't have yet. 人口真济，纽约这几年来愈来愈济无用出门买物件的人，介意伫网络顶悬买菜，但是伊嘛追求轻、高品质的食材。Fresh Direct 就以指定消费者做目标客群，甲在地厂商合作，提供在地化、有机、搁轻的食品。Maybe 15 years ago, you would see more frozen fruits and vegetables being sold for the holiday. People want to have that fresh broccoli and those fresh Brussels sprouts that we deliver. Fresh Direct 佮根据20年来顾客消费的习惯，针对无同的人客有无同的服务，亲像是介意买阿拉斯加三文鱼的顾客。伫掠鱼的季节开始，也是有拍折的时阵，就会通知顾客。佮有顾客固定要指定送货时间，天气状况嘛，拢有考虑到。服务是大心佮较长，消费者是真介意。Fresh Direct 的服务嘛，扩展到康乃狄克、纽泽西、宾州佮华盛顿 DC。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看武汉肺炎的病毒，和协议讲甲野生动物有关系，所以中国官方就禁止野生动物的买卖，嘛甲16000间饲养场关起来。即马中国政府阁按算要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严个问题是，17当前拄着SARS时，北京就做过同款强硬措施，毋过即马看起来袂输无较抓。1月18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数字一直探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三伫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讲，野味产业已经对公卫安全造成重大问题，要求爱抓非法的野生动物市场甲交易，爱将食野味的歹习惯改掉。2礼拜以来，全国拢总有150万个市场甲线上交易商受检，其中3700间向命令停检，封锁16000间野生动物养殖场，个别花700个人强抓起来。
比如 SARS， 当时也进行了一些限制，但是 SARS 过后，各个方面利益相关方又拼命的去推动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交易，这一个很大的黑市啊。这摆源头乌巴武汉的华南海产批发市场，一开始33个感染病例，有31例拢是为野生动物打自一区来的，甲2002年的冠状病毒 SARS 来源同款。But it's not really the eating of wildlife; it's the hunting, the capture, and killing them and cutting them up, and getting exposed to the blood and the feces and urine. That's where these viruses get across. It's a lot more high risk to do that than eat livestock, which have less diseases, for sure. 病毒下过天然宿主传予人的案件真多，亲像满甲乌鸡病毒同款。禽流感是1997年伫香港市场卖鸡所在传出来的 ，SARS 是为密保经过果子麻传予人的，莫氏病毒是为鹿毒来的。就算中国领野生动物市场行动成功，世界上各其他所在共款咧正，亲像印尼苏拉威西岛，一个以野生动物出名的市场，都唔管政府方向，共款咧卖蜜桃、鸟只甲蛇等野味。非洲的科麦隆市场嘛，共款咧卖蛇、狗、果子麻。另外，人类对物种生存环境破坏，有可能互人甲动物甲病毒是更较容易接触。And it turns out that places with very dense populations, with lots of wildlife diversity, and where people are doing a lot to the environment, building roads, hunting, intensifying livestock production, these are the places where diseases emerge most. 新病毒拓开显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重要。中国即卖动保法是1988年成立，经过几落摆调整，2016年确定。不过问题是，惯将野生动物看作是一种经济资源，佮承认使用的合理性。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决定，将野生动物保护法完善，列作今年重点工作，加强打击佮处罚乱领乱食野生动物行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看日本时代的派出所，即马变做咖啡厅。这是伫台中丰原，即马搁加一个佚佗的好所在。这是一栋2层楼的历史建筑，保留时代的风华。政府翻新了后，即马内底有咖啡坊，而且有艺文表演。2、3，来开门喽！大乡的人士共同见证，看拍开茶座的门。这栋84栋的历史建筑，经过半年较加的二变整修。台中市丰原旧丁家派出所改换了后，以无同款的面貌，重新和民众见面。顶界派出所他们未来的经营方向的话，1楼是会作为咖啡的那个餐饮的使用，那2楼的话主要是作为艺文沙龙展览的部分。那他们平常会办很多的活动。台中市政府文化资产处表示，旧丁家派出所2015年就整修完成，不过招商的过程无顺利，3年流标3届。甲大总算成功以 OT 英文移转的方式，甲民间合作来开幕。1楼有食室，2楼是做艺术展演的空间。也让丰原人可以亲近，它就在丰原火车站附近，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交通便利的地方。顶界派出所它被称为官立派出所，它蛮特别，就是说，那你可以想象啊，在84年前，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平房，这个2层楼的建筑呢，它是非常的稀有，而且到目前为止，派出所被留下来的2层楼的建筑，全台湾只剩下它一栋了。旧顶家派出所是全台湾唯一一栋保留较大的2层楼的派出所，且高型的窗啊，甲圆的牛肉汤，拢展现出日本时代的风华。民众会当来遮体验特殊的艺文气氛。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有民众种一款新品种的石鸡果，就是人讲的百香果，叶形亲像果仔丁同款，而且上重一粒也有6斤遮尔重，咱做伙来食看卖。这啊地带已经有人拢放去了。一群人真好奇咧看边仔顶垂落来的水果，形体生做真奇怪，较早拢无看过。原来这是对巴西来的石鸡果，比大家印象当中的石鸡果是加足大粒。农场主人就会增加伊种物件，真正伫网络发现这款新品种的石鸡果，就好奇要来种看卖，想袂到逐批洗出来形体拢无同。一般我们想到的百香果都是那种小小颗的那一种的。然后第一次看到像这样子，会很好奇它吃起来味道会是什么样。
原本对巴西来的时间果是敢若求情的，农场的主人对家己的农民遐买回来试种，结果第一代种出来是瓜丁的造型，后来佫生拢无同，食起来口感嘛真香，就会种嘛有培养幼栽，后面种会当家己种看卖。乌土的时候吼，规粒外皮拢爱逼拢规粒拢黄的，黄的吼，你甲破开了，迄内底籽就是甲咱一般的百香果同款。就会种讲，因为平常时家己就介意种花草，即便试种时结果发现一年四季拢会种的，不过爱有充足的日头，差不多半年了后就会当收成啊。因为形体特别，所以请真侪人来欣赏，嘛，互人真想要试看卖啊，伊的滋味是安怎？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加15度，上悬27度；中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27度；东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有30度；东部温度上加18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